Hello，各位大家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咧就介紹翻咧就巴菲特嘅價值投資嘅5大重點嘅原則啦。咁第一個原則咧就係巴菲特崇尚咧就係話講緊買股票咧就等於買落去成間公司嘅營運權。咁所以咧買股票嘅時候咧，佢唔係淨係買一個 tickers 或者我哋港股咧就買一個 number 啦。咁唔會咧就時刻會盯住咧股票價格上面嘅變動啦。咁而係咧佢實質咧就買股票咧係買成間公司呢一盤生意究竟係點樣做，所以咧無論個股市將來嗰3年、5年或者10年咧，即使係冇市開停市都好啦，咁佢都仍然好安心咁持有咧呢一間公司。咁第二個原則咧就係咧安全邊際咧，我哋英文叫做 margin of safety。margin of safety 好簡單嘅概念咧，就係你根據一個 intrinsic value 啦，計算出嚟間公司嘅價值咧，譬如係100蚊嘅美金，咁而家市場價格咧就係 trade 緊就係60蚊，咁你就係有一個安全邊際咧，就係100蚊減60蚊，就係你有40蚊嘅安全邊際咧。咁呢個安全邊際嘅邏輯咧，就係可以俾你一個好大嘅差價，而呢個差價令到你即使可能睇錯市嘅時候咧，其實咧就都唔會輸好多。而 Upside 嘅時候咧，當你睇啱嘅時候，佢回歸去到100蚊，你已經賺咗40蚊。如果市場個氣氛再好嘅時候，可能升多20-30蚊，咁你嘅回報咧就變咗有機會係1倍。咁第三個原則咧就係呢個市場啦，咁嘅市場先生我哋叫 market 啦。咁呢個 market 咧，咁佢要明白佢運作嘅原則啦。咁佢嘅原則咧就講緊係咧，佢會睇住股價 market 咧，佢會影響到你個情緒啦。咁而呢個情緒嘅影響就會導致成個公司嘅股價或者市場嘅指數嘅上升下跌，好大部分嘅原因都係咧，其實咧心理。即係個心理嘅關係啦，即係個市場對於成個即係嗰個叫做咧唔同嘅投資者嗰個情緒嘅反應嚟㗎嚇。咁所以咧你利用好咧就係話，當個市場開始出現咧唔正常嘅拋售嘅時候咧，你喺嗰啲情況開始買入。但係當市場炒作到一個咧非常之瘋狂嘅階段嘅時候咧，你喺嗰啲位置咧就做一個沽出啦。咁第4個原則咧就係咧巴菲特嘅原則咧就係能力圈啦嚇，即係佢永遠投資咧，佢唔會睇到呢邊升咗，嗰邊個板塊又升咗，佢只會集中自己能力圈範圍可以研究到嘅股票，可以賺得到錢嘅股票，而唔會因為其他叫做圈子裏邊嘅魚係浮游得好犀利啦，升咗好多啦，簡單啲講啦，咁佢就去追入嗰啲個板塊，咁佢只會做自己熟悉嗰個領域，而喺個領域裏邊賺錢就 OK。咁第5個原則咧，巴菲特咧就係奉承呢一個經濟嘅護城河。咁佢覺得咧，好嘅公司有一個經濟嘅護城河，即使你嘅管理層咧其實係好差都好，咁你一個好簡單嘅商業模式，佢有自己個一個品牌、一個專利、一個轉換成本啦，等等一個優勢啦。咁即使任何一個傻嘅人跌咗落去管理呢間公司，其實佢都係可以咧正常咁樣賺錢落去，係有一個好嘅增長。好啦，今日分享你去呢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點樣去提升自己嘅股票嘅技術分析或者基本面嘅分析咧，咁歡迎大家購買余 Sir 嘅一個投機者的價值呢本書或者個課程。咁